大家南无阿弥陀佛。下面我要跟各位大家报告介绍这一段是印光大师所开示的内容。他呢告诉我们，他说：其言实经营，天界之宫殿已现，佛念才发起了，净土之莲花即生。那么这一段的内容啊，很重要，在告诉我们念佛的人啊，增加很大的信心。他说啊，其言实经营。当时啊，这个须菩提啊，看到佛陀的面相很庄严，讲法的内容啊很精彩啦。须菩提很高兴，很高兴，他就发愿呢，要找一个地方来建一个精舍，让佛陀呢到这个精舍来讲法。但是一直找啊，找了很久，最后找到了这个齐陀太子的这个一个后花园，他找到了。后花园找到以后啊，这个齐陀太子呢也同意将这个承让，把这个后花园呢承让给须菩提。那么须菩提呢，当时在开始规划的时候，开始设计啊，那个图案才刚刚着手啊，开始在动手的时候，有一天舍利弗就来了，他就奉了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旨意啊，要来督工监督那个现场的情况。结果当时这个须菩提就问了，说：你今天来督工，我这样子为了要建造这个精舍，这个情况到底以后会怎么样？舍利弗就告诉他说啊，须菩提啊，你不了解啊，你刚刚在策划这个图刚刚写了之后，现在天上已经宫殿呢已经为你准备好了。他不相信，结果啊，舍利弗呢就抓着须菩提的手这一跳就往虚空中飞，一直飞以后飞到天宫里面。那么天宫以后有一个宫殿啊，里面的仙女啊，端的盘子、仙桃啊，很多花在那边进出。然后这个须菩提一到了，就问他们说：你们到底在做什么啊？这个仙女就回答了：我们是为了要等待这个人世间有一位叫须菩提，他为了佛陀建造这样一个精舍，要让佛陀来讲经说法，来广度众生。他现在我们以后他往生了，就到我们这个天界的宫殿来了。他说：等须菩提，我就是须菩提啊！那些人说，你以后往生会在我们这个宫殿当天王啊！你看，才刚开始动作，上天已经为你准备好了。第二句话很重要，佛念才发起，净土之莲花即生。是你念佛才刚刚念呢，才刚起来，从你的嘴巴口中念出来。但是西方的极乐世界的净土，那个地方的七宝莲池的莲花已经飘上你的名字了，你的名字已经在那里面了。到时候那个莲花成熟了，那个莲花就会回来。等到你一旦往生断气了，你就坐在自己念的莲花往生极乐世界。所以这句话对我们念佛的人很重要。其言实刚开始经营，天界的宫殿已经出现了，佛念才发起，净土的莲花已经生出来了。这两句话我们念佛的人太开心了，非常重要。所以大家多多念佛，我们极乐世界的莲花就自然涌现开来了。到时候我们就面见佛陀，是太欢喜，很踊跃的欢喜。恭喜大家多多念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